10月20號係廚師節，為咗表揚對傳承廚藝或者係推廣台灣美食有卓越貢獻嘅廚師，食藥署連續7年舉辦廚師界國家級榮譽嘅金武獎，今年總共係有17位優秀廚師獲獎。戴上象徵廚師最高榮譽嘅金帽，嚟自屏東嘅客席廚師陳志升，曾經擔任電影《總鋪師》美食製作，積極將台灣嘅料理推向國際，係佢呢一次得獎嘅主因。最近佢正計劃要運用強調天然原味嘅客家料理，好似係福菜乾、豆腐魚，仲有酒槽等等，吸引國外觀光客來台嘗鮮。另一位金武獎得主池一鳴曾經獲得客家筵席料理季軍，呢3年嚟踩住單車環島，尋遍各地最在地嘅美味。喺佢嘅印象中，台灣客家莊嘅料理各有特色，而客家人嘅米食仲有風味獨特嘅嗰啲醃嘅食物，係佢覺得最吸引人嘅經典食材。今年獲獎嘅17位廚師，有人詳細記錄總鋪師文化，有啲就係利用美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。由於近年嚟食安風暴不斷，食藥署長姜玉美除咗勉勵所有得獎人繼續研發創新，傳承好手藝，亦都希望廚師要秉持廚德，替每位消費者做好把關。